来到勾勾恭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呢，跟大家拜个早年，要祝大家猴年行大运。说到过年快到了，怡姐，你除夕夜的年菜准备好了没啊？不过我们今天也要教大家哦，除夕夜就叫做年三十安补。你刚刚提到的年三十安补就是除夕夜，没错。而且年菜我也准备好了，我买了一宗佛跳墙，而且还准备要自己卤蹄膀。不过我觉得过年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炸年钱。炸年钱就是压岁钱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小时候呢，从长辈的手上接到红包，真的好兴奋啊！长辈就是师太宁。师太宁就是长辈遇到了师太宁的时候呢，嘴巴要舔一舔，就可以讨点红包来了。我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除夕夜要吃团圆饭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年三十安补，爱食团圆饭。年三十安补，爱食团圆饭。今天勾勾恭好发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看，过年的时候这些用得上的客家话。水果、紫菜、水果都有，来欢迎试吃。节的都有，都可以吃看看。敏华，那年三十安补啊，我的年货已经备好了耶。像这乌鱼子很漂亮哈，我买了一些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我跟你说，这乌鱼子啊，师太宁一定很喜欢。姐，年三十安补的炸年钱，你准备好了没啊？我想要买一些红包袋啊，回去包红包。我好像应该要替家里面的师太宁准备一下。你觉得这种亮亮的师太宁会喜欢吗？我觉得师太宁应该会喜欢，我觉得这还蛮喜气的耶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哇，今天教给大家这几句话，过年的时候真的好实用哦，所以赶紧帮大家来复习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除夕夜，除夕夜就是年三十安补，年三十安补就是除夕夜了。那压岁钱大家都很喜欢，压岁钱就叫做炸年钱。炸年钱呢，我们从这个师太宁手上拿到的时候就特别开心喽。师太宁就是长辈了。所以今天要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除夕夜要吃团圆饭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年三十安补，爱食团圆饭。年三十安补，爱食团圆饭。今天勾勾恭好发，预祝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农历新年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